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投服务区的停车场，伫七八半暝有真侪跑车来遮驾车，一暗暝就开出28件超速无合安全带的罚单。警方嘛强调讲，未来嘛阁继续会加强巡逻。前2天休困时啊，深夜南投服务区停车场煞也真闹热，唔但有进口车、跑车排几排，也有大批车友聚集，甲大庭看闹热的民众。国道警察七八一暗就开出28张罚单，超速20件，无合安全带28件。车速限40可以再提高一点到50这样，因为交到下来本来就会特别快。交流我是不会反对，但是如果是做一些比较激烈或是危险的动作，就会影响到真的需要服务的休息民众。国道警察表示，迄暗有提早掌握消息，所以有派警力拦查。警方也强调，服务区遮见拜伫拜六拢有跑车聚集，阁会有拍铃铛直线加速，唔若影响服务区内安全，周边住户嘛反应真差。一般车距进来的时段都已经偏比较晚上，大概9点、9点半之后。那对我现场的摊商，其实我们专柜营业到9点都已经打烊了。拜六暗时应该会去所以我嘛是针对因车友去去佚佗，去伫设叮当，伫咧吵的时，阮甲做一专人去甲防治安尼。国道警察提醒，服务区限速40公里，也表示对7月开始就已经伫假日的时，伫南投服务区掠超速，结果遮车主掠唔惊。警方表示，后续会继续加强巡逻、加强处理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